Hello，歡迎大家嚟到 YM 生活台啊！我係你哋嘅節目主持人阿老嚇。今集咧要繼續同大家講下啲港聞嘅消息。中意個頻道咧，記得隨時而家撳翻個鐘仔，撳翻個訂閱，咁啊可以嘅話咧，加入成為會員，每個月係10蚊嘅啫。咁啊，為起每一日咧4毫子嘅啫。咁但係你嘅4毫子對我嚟講咧就非常之有用嘅。咁啊，另外咧亦都歡迎大家咧轉發同埋俾個 like 我。好啦，今日咧就要講一單咧，可能比較上咧關於大埔區嘅街坊啦，或者一啲鐵路迷嘅消息，講緊咧就係東鐵線咧就有呢個咧白石角站啊，咁啊政府咧喺2021年嘅時候咧就提出咧東鐵線啊，即係咧由呢個金鐘咧去到上水對唔住，去到羅湖或者落馬洲，咁啊遲啲有個古洞站啦，咁而家咧亦都講翻咧就增建啦，喺吐露港嘅地方咧有一個叫白石角站嘅嚇，咁啊原本咧個地址咧就係喺呢個香港教育大學運動中心，即係魚圖中咧，我而家 point 俾你哋睇嗰度。咁而家咧就啱啱咧決定咧以呢個先建站後建樓嘅一個方式推展呢個項目，而重點咧就係個車站嘅位置咧變咗啦，變咗喺邊咧就係咧搬翻去近中大羅桂祥綜合生物醫學大樓，即係而家我圖中另一個 point 位，咁咧就比較咧接近呢個科學園嗰邊。咁啊，由科學園行過去咧，白石角依個到時嘅站咧，大約3分鐘嘅啫，唔係好耐。咁啊，而東鐵線咧加設呢個白石角站之後咧，架車會行多耐咗幾多咧？多1.5分鐘，咁都可以接受嘅。我自己個人覺得，政府啊重新強調咧，呢個車站咧就大約目標喺2033年通車嘅目標，2028嘅下半年就開始展開車站嘅工程。到時咧就會批出2幅大約9公頃嘅用地咧，俾港鐵去發展私人住宅去融資。咁一定係㗎啦，即係佢起得鐵路就一定會有啲上蓋物業啊，去俾佢發展啊，俾佢賺錢㗎啦。咁當然港鐵大家唔好忘記，最大股東係邊個？特區政府啊嘛。咁啊，港鐵點樣講咧？港鐵就話歡迎咧白石角新站呢個咁嘅新方案，就話咧擬建嘅白石角站咧就位於大埔墟站同埋大學站之間，即係睇翻個 point 咧就係相對咧都其實同大學站都有一段距離嘅嚇。咁啊會致力平衡營運服務同埋工程進度。港鐵就話咧正推進項目詳細規劃同埋設計方案，同政府咧就緊密合作。咁啊整個項目咧就包括起呢個白石角站啦，喺動址大約7.5公頃咧用地咧重置翻俾呢個較大嘅運動中心，即係可能較大會受佢影響啦，同埋提升咧當局因擬定咧發展所需嘅基建設施。發展局嘅發言人就話咧，呢個地面車站咧就長250米，闊咧就25米，2層設計，車站唔設冷氣，用呢個組裝合成建築法，唔會興建上蓋物業。政府咧就話會最緊要呢樣嘢，起一條咧80米長嘅高架行人天橋咧，連接創新路一帶。發展局咧發言人就話咧，點解要改位置咧？就話原方案咧用地較彎曲，唔適合建站。最新嘅白石角站同現有住宅項目嘅同科園中間咧就比較多啲人用到，位置適中，效益最高。對於咧白石角站規劃咧4度延期交代，又傳出政府同港鐵計唔掂數嘅講法咧，局方就話咧呢個項目主導權咧絕對喺政府度，唔到港鐵反對。重新通車目標時間係冇變到，認為咧而家到2033年咧仲有7年咁耐，有信心咧可以如期通車，同埋希望咧甚至更早嘅。另外咧，政府咧會用物業發展權模式咧批出6公頃嘅白石角，同埋約3公頃嘅馬鞍山用地咧，俾翻港鐵發展住宅去融資，將會先建站後起樓，2031年就開始起樓。咁啊，其中咧白石角較大嘅運動中心地皮大約6公頃，發展密度咧同現有白石角一帶嘅私樓相約，可以加埋商場。至於馬鞍山用地喺邊咧？就喺沙田嘅污水廠對面，距離咧屯馬線嘅大水坑站大約800米多，咁都好近呢個即係大水坑區啦嚇。現為咧支援搬遷沙田污水廠嘅政府工地嚟嘅。
咁發言人話咧，暫無預計咧車站造價，咁可參考咧單位數目等發展參數，有待港鐵去評估啊。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咧陳克勤點講咧，就建議咧政府定明咧港鐵需要為鐵路嘅起建延誤咧負責。咁其實都係左袋入右袋咧，都係政府錢係咪？港鐵個大股東都係政府嚟噶嘛。由於咧未有兩幅用地嘅發展參數咧，難估計個價值，但係形容咧物業發展權嘅模式行之有效。至於香港測量師學會土地政策小組主席阿劉振剛相信咧，政府揀選用地嘅時候咧，已經係評估到咧係咪足以應付到港鐵發展項目嘅成本。咁中大咧都有發呢個新聞稿嘅，白石角站咧將與大學站咧進一步完善校園同埋周邊地區交通基建嘅網絡，有助中大同埋科學園咧喺未來咧促進咧呢個產學研科才同埋人才匯聚咧，同埋興建北部都大學城嘅產生協同效應，對香港呢個國際創科生態長遠發展具意義喎。咁我覺得佢好似誇張咗啲啦。講真，如果專才又未必會搭地鐵嘅，係咪先？未必搭港鐵火車嘅。我睇過個地圖咧，咁其實咧就有贏家有輸家。贏家咧就可能喺科學園做嘅人啦。或者咧就係近住科學園嗰邊嗰啲單位咧，就可能會着數啲。原本有邊啲人咧會蝕底咗？就譬如天富海灣嗰啲咧，原本咧就喺嗰個原有白石角站嗰個位置嘅，咁而家改一改咧，就變咗佢哋遠咗啦。咁遠咗咧都唔止遠少少喎，我係咁依拉嗰條 curve 咧，都講緊咧可能要行咧就係成10幾分鐘喎，咁都唔嘢少喎，咁可能咧就到時咧即係又係需要咧用翻咧呢個交通工具，因為而家咧白石角方面咧其實咧個交通配套咧就唔係好理想嘅。如果大家去開咧或者有去過咧都知道啦。嗱，科學園都好少少可能有咧專線小巴，咁當然啦，白石角區都有，但係嚟講咧始終嚟講咧就一來價錢比較貴啦，二來咧就唔係個班次真係咁充足啊，咁所以咧當地嘅即係居住嘅居民咧都話咧頗為不便。咁但係調翻轉講，針就冇兩頭利嘅。如果到時白石角站起咗之後咧，咁當然啦，如果自住物業嘅話就水漲船高啦，係咪？但係如果你出租物業嘅，如果你係租嘅話，咁個租價咧你就要承受咧一定貴咗租呢個問題啦。咁啊，即係有辣有唔辣啦。同埋譬如入少少啊，近住翻咧。單車徑嗰邊啊，即係近住所謂嘅吐露港海咧，其實出翻嚟咧都有段路啊。究竟佢哋會唔會用得着呢個咁嘅新嘅白石角站咧，都係一個未知之數。咁當然啦，較大呢個運動場係咪真係需要擺喺一個咁靚嘅地方咧，就見仁見智啦。咁佢而家搬翻去大埔區，因為教育大學本身好多校園嘅配套都喺呢個大埔區啦，咁所以嚟講都係一個未嘗唔可以接受嘅。但係好似贏家上咧就係科學園同埋中大咧，俾人感覺咧就係一個贏家咁樣啦。咁大家咧有咩睇法咧，都歡迎喺留言區咧分享下你哋自己個人睇法。咁呢一節咧就講到呢度，中意嘅話咧記得做翻個訂閱、分享、留言。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